真正是食饱想用出头了。台湾光复80周年，中国煞讲要设立纪念日。刘伟辉强调讲，这光复节和中国无地带。另外，国民党的朱立伦批评赖政府，因为政党意识形态甲历史放袂记。阿总统赖清德是伫咧面册铺文，讲保卫台澎金马的心毋捌改变。 台顶唱国歌，台下要有民众打扮做黄埔军人。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举办活动，庆祝台湾光复80周年。针对中国人大表决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，引起国内讨论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提出的是有关声音，强调无8年抗战胜利都无台湾光复。今天不应该因为政党或意识形态而忘记我们的历史，甚至有人 还敢扭曲我们的历史，说台湾没有光复？难道我们还是殖民地吗？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朱立伦阁一次表示，台湾是中华民国的，也毋过话一顿呛赖政府扭曲历史。对此，总统赖清德伫面册发文，也毋过一字拢无提到台湾光复，是抛出家己穿军装的相片纪念家里头战役胜利，表示金门故事都是台湾的素影，保卫台北金马信念毋捌动摇。 中共吃台湾豆腐，无所不用其极。透过光复节纪念活动，跟蓝白唱双簧，塑造两岸同属一中的假象，有损台湾国际地位。希望蓝白不要再呼应中共。 针对中共抢夺台湾光复危机权，刘伟辉表达强烈不贴，其光复节甲中共拢无关系。另外，台湾基进联手立党，小民参政欧巴桑联名时代力量，控诉台湾光复是严下式国平，要将台湾问题内政化用谋。这个接管变成列绝，变成殖民，变成屠杀。台湾没有迎来光复，而是迈入 文明倒退的黑暗时代。另外，中共2号伫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，台湾方面有统一人民党永副主席戚家林、前立委区议等人参加。馆长陈志涵也去中国参加台湾光复纪念活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